有请。赵阳清，仙人伏望，日月祖星，28兄弟如何病？千千万岁，逐水而行，七七如律令。你是什么人？滚！这妖物果然蛊惑了人心。这世道要乱呢！怎么了？多谢你救了我。人妖殊途，我们以后别再见面了。是妖又如何？人多是魑魅魍魉。我之前就查过你，早就知道你是妖，但是我不在乎你是妖，因为我只想保护你。日落过雪上层，远山传来暮鼓声声。斜阳散到余温，两鬓无故几次。歌看成摇滚，经历多少日落月升。小兔子，跟我回王府吧。回王府喽！到底要干什么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记住，以后她就是你们的王妃。属下明白。属下明白。王爷，来侍卫，你们恭迎王爷，恭迎王妃回府。哎，听说了没？当今二王子逍遥王居然跟自己手下的贴身女护卫搞上了！哎呦，听说了，他还要纳那个女的为王妃呢。哎，我还听说女护卫怀孕6个月，还是龙凤胎呢。我也听说了，听那个城北的张大夫说，给他把过脉，说什么龙凤胎当中男的像娘，女的像爹。哎呦，真的好新奇啊！谁呢？干嘛？外面都是人，大白天的。我抱自己的王妃，难道还要逼人啊？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公孙晴不是真的公孙晴，他是妖幻化成的，你一定要小心提防。妖？你要小心刘长河，他为了登上皇位和救出母后，学了狐妖，可能要害你性命。那天我探过他的妖气，他有可能是狐妖。那请示公孙将军会有危险，看来这狐妖留不得。要不我们找捉妖盟李由道处理啊？别打我！傻丫头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妖孽，竟
偷袭！只准你偷袭我啊！有你，受死！没有照妖镜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要知道，堂堂逍遥王爷，竟被妖祟所惑。我看你皮又痒了，是不是？今日我死在你手上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要杀要剐，随你便是。今日我们来，并不是要杀你，而是要请你捉妖。捉妖？有妖怪化成当朝大将军之女公孙晴的模样，蛊惑人心，杀了他。100两银子，这活你接还是不接？降妖除魔本就是我捉妖盟的职责，成交。任务完成之后，来找。你是人妖混血，人妖混血，天地不容。难道他是当年陆莎的儿子？等，你们这是在干嘛？白侍卫，你不记得了？2个月前，王爷答应要娶将军府的公孙晴姑娘，这不好事将近吗？他真要迎娶她？要我说，白侍卫，你也不用太难过。咱们王爷呢，迟早会娶很多个侧妃的啊，雨露均沾，人人有份儿，少不了你那份儿的。李有道，1个月了，你还没有除掉狐妖，只有等那个狐狸精嫁过来。请进。白侍卫，公孙晴姑娘让我给你传个话。说。她想约白侍卫到城东郊小聚。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你告诉他，我马上到。哎，好嘞。论迷惑之术，狐妖果然排在第一。白姑娘果真来了，你不怕我吗？论道行，你不过修行100年而已，我随便动动手指就能废了你一身道行。我念你修行不易，劝你好自为之，回你的山林洞府继续修炼去，免得遭到杀身之祸。我要成婚了，王爷娶的人是我，我劝你彻底离开流长阁。放心，我是真心喜欢他，而且以我的道行，能帮他夺得皇位。你想得美！王爷说的果然没错，那个白在在呀，的确只是个单纯的小丫头，并没有什么坏心思。对了，他人呢？好像晴儿姑娘约他去城外品茗呢。哎，王爷！这是何人狐妖？他必须解释清楚。晴儿，你怎么了，晴儿？晴儿，晴儿，晴儿！
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这唱的哪一出啊？疼，轻一点儿。我怕你累了，给你放松放松。我不累。那我给你倒水喝。我不渴。那你一定饿了，我去给你做好吃的。小兔子今天很反常啊，这可不像你。我是想来跟你道歉。我知道你为了我得罪了公孙瓒，失去了在朝中的倚重，你一定生我气了。区区一个公孙瓒罢了。那你为什么一天不理我？你躲在亭子里干什么？我在想，什么时候娶你做我的王妃？你愿意吗？大王妃前来有何贵干？跟我来。你怎么会？我怎么会知道这机关？因为我10年前就来过。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没有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都是要当王妃的人了，这么沉不住气，你这样如何配得上长歌？我配不上，也跟你没关系。这才是王爷心中的王妃，你不过是跟他长得比较相像罢了，所以一个替代品，没什么可骄傲的。他如果还在世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说的都是真的。千真万确。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我不想长歌因为你这只妖而误了自己的前程。你们本就不应该在一起。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对吗？王爷，歌妖白羽羽离开三王子多日，目前他的行踪已探明。虚情假意，渣男！仔仔，开门！我有话跟你说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我不想听。白羽已经离开三帝王府多日了，你不是想知道他的行踪吗？他在哪儿？就在你的老宅。王爷，王妃回来了。
我累了。王爷，王妃回来已3日未出门了，您要不要去劝劝她？再让她一个人静静吧。是。仔仔，你进来吧。不许解药。典韦殿，一朝春秋，这山谁来弄？山河谁簇拥？你要杀了我？色无经年，故地重逢，偏问此恨浓不浓？前世不朽，道身珍重，言语几笔不作空。为情说破，一场航空，山高水长不愿送。是无常，无常，无常和汹涌。怎么共享往事，不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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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。此生傻瓜，见都不要。王爷，已经3日了，您多少吃一口吧。王爷真的陷进去了。王总管，你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万侍卫，万侍卫，王爷为了你孤身犯险。你说什么？他拿了虎符去了三王子府。他什么时候去的？1个时辰之前。他说他去拿回你最重要的东西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王爷逼老奴发了毒誓，说1个时辰之后才能说。他说若1个时辰不回，就要老奴带着白侍卫远走高飞，不要再回京城。王爷从未如此爱过一个人。当初沈星爱着王爷，王爷只是把她当作妹妹一样看待而已。老奴看得出来，王爷只有和你在一起时，才真正开心过。如今王爷为了你，虎符不要了，皇位不要了，现在连命都不要了。白侍卫，你要去哪里了？是我要去找他。傻丫头，傻丫头，王爷，我晚回你就寻死觅活了。王爷，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
二哥深夜前来寒舍，有何要事吗？二哥，你这是？三弟，把白崽子师傅的魂魄交出来，不服你要拿去便是。二哥，你我兄弟二人联手，定能拿下这江山。到时候你还做你的逍遥王，岂不逍遥快活？三弟，希望你别忘记，我有军权之时，却没有动手，就是不想看到你我兄弟相残。三王子，去送送刘长阁。子义，你真要与本王不死不休吗？眼前幸儿死后，只有不死不休这条路可以走了。师父，崽崽，你受苦了。师父，你快告诉我该怎么救你。为师早已死去，已无力回天。你救我出囚笼，就是助我解脱。崽崽啊，为师将你惊变成人，相处不过短短数年，很多道理啊，还没来得及教你。要谨记，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你师叔走火入魔，迟早会自食其果。为师的仇就不要报了，答应师父好不好？好孩子，以后的路啊，你要自己走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要给自己留遗憾，也不要辜负了自己在这么难的事上走一走。崽崽，见自己，方见天地，得见众生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怎么办？我没有师父了，我没有师父了，我没有。你一定对此有所疑惑，今日我便将一切告诉你。他名为沈幸，5年之前来到了我的府中，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的身份，待他如知己，交谈甚欢。后来，我无意中得知她是国师沈毅之女。不久之后，虎符失窃，他离开了王府，不知所踪。
王爷，怎么样？虎符找回来了。杏儿呢？府兵在城东郊找到杏儿姑娘，当时她已昏迷不醒。虎符是在她身上找到的。哎，王爷！王爷，成哥，成哥，沈星，从你进王府以来，我一直把你当做亲妹妹，就算你隐瞒真实身份，我也不在乎。但你最后还是让我太失望了。父亲逼我，你也防着我，我到底是可怜还是可悲？念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不会和你计较。你养好了伤，就回去找你父亲吧。成哥，就此别过吧。成哥，成哥，成哥！你别过来！你干什么？如果我说是我爹偷了虎符，是伯劝我弃暗投明，是我把虎符拿回来的，你信吗？你先把剑放下。长哥，我再也回不去了。对不起。杏儿。沈星本性善良，却无端陷入夺嫡之乱，最终却因为一个假虎符，让我和沈姨逼死。从那时起，我几乎走不出来心里的愧疚，直到你的到来。仔仔，一定有人告诉过你，我喜欢你，是因为你和沈星相像。是他的替代品，对吗？沈星之死，我自责了很多年，所以留下他的话，当做一个念想。当然，如果你介意的话。你干嘛？既然他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我又何必留着他呢？你别这样，我不介意了。对了，那失窃的虎符是假的？虎符失窃非同小可，这可是死罪。但是我没有那么不小心，将虎符落入他人之手。那你给刘长杰的是真的是假的？傻瓜。为了你，我不会拿假虎符去冒险。那怎么办啊？皇帝会不会治你的罪啊？现在我只能找父皇负荆请罪了。成大事者，切忌心浮气躁。哥儿，看来你的心性仍需磨练呢。为了一个女子，放弃兵权，请父皇恕罪。朕当年兵变登基，你们三兄弟中，属你出力最多，功劳最大。朕对你也是寄予厚望，你这么做，值得吗？儿臣无能，请父皇责罚。罢了。谁叫朕当年有负于你的母亲呢？朕替你想办法。你们几个想谋反吗？
兄弟这般，让朕痛心疾首啊！难道你们忘了在太庙中的叔叔伯伯了吗？父王怎么了？启禀，跪下。想当初，朕功名日盛，朕的大哥想联合3个弟弟一起来陷害朕。为求自保，朕不得已发动兵变。就在这太极殿上，朕亲手杀死了朕的大哥，这才有了朕的江山。但朕时常也扪心自问，为了皇位，弄得兄弟相残，到底是值还是不值？不值。儿臣无意皇位，只想父皇放了母后。不可能！还有朕的3弟竟下毒于朕，朕记得将他凌迟时，真是心如刀割呀！你们兄弟切记，万万不要手足相残，否则就和朕一样愧疚一生。是。三王子，你太勇敢了！程大使者这点小场面都经历不了了吗？小场面？国师，你难道不知道父皇的雷霆手段吗？当年兵变，他可杀了他6个兄弟。怎么，你怕了？机会就在眼前，莫非你要退缩不成？你少说这些风凉话！宗师，这虎符留不得，留不得。当真？你以为他刘长歌会放过你吗？这就不劳你费心了，我意已决，不玩了。且慢！既然这样，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把这枚加护符交了，暗中观察刘长歌的动向。是你以为老夫辅佐你，还是为了荣华富贵？5年前，刘长歌逼死了杏儿，当时老夫就发誓，一定要你们刘家血债血偿。刘家一个都不留。陆莎，你已离世10几年了，朕身为皇帝，却无法替你消灭捉妖盟，朕心中有愧呀。这只发簪，是时候还给哥儿了。奴家告退。这是娘亲留下来给我的，是历代大妖用法力灌注而成的符灵法器，可以克制捉妖盟的镇魔阵。所以，娘亲被捉妖盟所忌惮，因此殒命。哥儿，为母现在就将千年灵珠传给你。去找你父亲，活下去！
你听说了没？二皇子找的那个王妃呀，是个妖怪。那王子人品可好了，这下可毁了。人品再好也是达官贵人，听说他们就喜欢妖怪变的小姑娘啊。大王子殿下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师傅陆离上人。大王子殿下，昨日我等在殿中打坐，是我突然现身，告知我等他夜观天象之时，发现魁星暗淡。这天象是二王子刘长歌违背天理，迎娶妖物，才使天生异象。当年师爷升仙之前，曾留下教诲：人妖相恋，3界将会大乱，届时6道不稳，众生湮灭。不过大王子殿下放心，我捉妖盟绝不会袖手旁观。这与我何干？殿下，你这王弟可非凡人呐！他的亲生母亲正是15年前我亲自诛杀的蛇妖陆莎，他是人妖混血，所以天资极佳，妖力惊人。人妖混血。大王子，国师沈毅和3王子来求见。3弟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国师说知道李道长、陆道长来求见大王子，他们也是旧相识，有话可以一起谈。请进来。是。好久不见。大王子，3弟这是？殿下可认识此物？国师先请。虎符为何在国师这里？3弟又怎么了？3殿下有些不听话，我只是让他暂时安静一些。不知国师今日前来有何事？老夫前来协商与大王子结盟一事。国师为何要舍弃我3弟呢？要与本王结盟？刘长杰庶子不足与谋，老夫之所以要和大王子结盟，因为刘长歌他与老夫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好，有国师和捉妖盟的道长相助，本王必成大事。当今圣上有意扶持刘长歌继承皇位，所以必须尽快除掉刘长歌。公孙瓒一直与我等一心，也要早早出去。公孙瓒不足为惧，况且他的妹妹还关在我的牢里。如此甚好。不过大王子还有提防一个人。何人？大王子妃。他与刘长歌暗通款曲，所以大王子你为何如此？我们缘分已尽了。大王子，这个大事不拘小节。什么人？我是大王子妃，我要见2王子。王总管，我要见长歌。慢点说，慢点说。大王子妃，大王子妃，快来人呐！快点儿，坚持住，坚持住。长歌，刘长河和国师结盟，他们要取你性命。小小，你先不要说话，我已经找太医了。我中了国师的罡气，没救了。皇帝有意非常利用，你即将成为太子。可是刘长河和沈毅要兵变，你要早做准备。
孙卿，好争取公孙瓒。小乔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要再说话了。长哥，我还记得小时候你不爱说话，只有我和你谈心，有其他小孩欺负我，也只有你给我出头。那样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。若有下辈子，我希望小乔，圣上，快传太医！传二王子，传二王子！圣上，宫中太医院传来消息，皇帝病急，传刘长歌提前成婚，给皇帝冲喜。因王妃传闻为妖怪所化，满朝文武皆反对这门亲事。刘长歌那小子就决定婚事从简，只邀请亲友12人，百官一个也没参加，正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。你做得非常好，看来我们的计划得提前了。你回去吧。是，小的请国师赐仙药。啊。谢国师大人。王总管，大王子已同意，事成之后，许你回宫，任大内总管。老奴多谢大王子成全。当年老皇帝治你贪财之罪，逐你出宫。他的儿子登基后不肯招你回宫，刘长歌也不敢给你承诺，只有跟着大王子才是明智之选。事成后，老夫再赏你1000两黄金。老奴甘为国师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所谓古则异事，死则同穴，未与不信，有如皎日。请新娘。二弟，这婚你还是别结了。大哥，假如你今日就此作罢，我或许还能赐你一杯喜酒喝。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，今日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不想全都给你陪葬，你就自尽吧，像我女儿当年一样。大友，跟他还废什么话？当年我们能杀了他母亲，今日也能杀了他。王爷，王爷，禁军杀进来了，说大王子以虎符和圣旨威胁他们，要逐王府满门。你还不束手就擒？看来今日我们兄弟二人不能善了。既然如此，各位宾客，请先回避一下，免得一会儿刀剑无眼，伤了各位。禁军攻进来还要一段时间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要走。动手！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。今日我就要提你们的人头去降服禁军。长歌，我放箭，新娘一定人头落地。你在做什么？
亲择木而栖，良贤择主而事，对不住了，王爷。小心，别伤了新娘。二弟，看来你很心疼她吧？不祥，你敢背叛我，怕毒发身亡吗？国师，老奴是贪财，但区区1000两黄金就能收买老奴吗？真是笑话，做梦！二王子视老奴为家人，别说毒发身亡，就算万劫不复，老奴也绝不会背叛二王子。大哥，大势已去，大势已去，我看你是误判形势了吧？片刻，就会将你的府兵杀得一个不剩，到时我还怎么逃？你不用片刻即可知道，你外面禁军会全军覆没。哼，刘长歌，是死到临头痴人说梦吧？师父，公孙瓒带来了一支重甲玄兵，里应外合，我们的人挡不住了。什么？孙瓒，李靖，你身为禁军统领，居然拜逆贼为师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刘长河，你为了对付二王子，居然叫妖狐假扮晴儿，差点害死晴儿。幸好白王妃救下晴儿，才让我们兄妹团聚。哥，我还活着。之前是妖怪假扮我，哥，这一切都是沈毅和刘长河的阴谋。要不是白侍卫，多谢白姑娘。公孙将军，沈毅即将谋反，还望将军不计前嫌，前去助王爷一臂之力。待我把我妹安顿好之后，即刻调动京城郊外的重甲玄军，和沈毅大干一场。稍等片刻。多谢将军。没事吧？二弟，我输了，带我去见父王吧。国师，你还要负隅顽抗吗？还不交出解药给王总管解毒，我可向父皇求情。国师，大势已去，投降吧。投降？你是王子，或许可以免死罪。我们呢？投降，死路一条。母后，儿臣不孝，先去了。布阵，放箭。丞相法阵，两仪四象，诛邪。现在发山。
神医，留下解药。没想到老夫谋划多年，还是功亏一篑。小子，哪怕我大事未成，今日也要取你小命，为我的杏儿报仇。不过是你的执念罢了。如果你真的心疼沈信，怎会让他入王府，以身犯险窃取虎符？又怎会在他还回虎符以后，将他打成重伤？是，老夫当年野心极大。等看到杏儿为你冒死偷回虎符，我就将她放回到你的身边。老夫也打算去辅佐你，可是没想到你却把杏儿逼死了。老夫活下去的唯一目的就是复仇。没错，我就是要你们所有人为杏儿陪葬。神医，为了杏儿，我不杀你。为师的仇就不要报了，答应师父好啊。杏儿，爹爹败了，爹错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捉妖盟残害生灵，其党被打入死牢，令大王子长河造反忤逆，如今已然身死，既往不咎。三王子长节，是非莫辩，大失人心。即日起废除王爵，钦此。希望你们今日记住这个教训，朕给你们的才能要，抢不得，再有下次，杀无赦。是，儿臣领旨。哥，我说过，我是从异世穿越过来的。我知道，你说过。看来，不是所有的穿越都能当主角，没有本事，也许只能当龙套，打打酱油。晴儿，你不是还有我吗？哥，有你在，我才感觉自己不是最惨的穿越者。哎，晴儿，别想太多了。现在北方蛮族蠢蠢欲动，正是我们兄妹建功立业的时候。好，我们这就准备
出发到边境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哥儿，无需多礼啊。沈毅的解药，太医院已经研究数日，查出其中成分，不日就批量炼出。王霞及大小官员已无性命之忧。没想到这沈毅竟手段狠毒，幸亏早有提防。上回继儿将贾虎符拿回，你说将计就计，干脆让他们用真虎符谋反，这样方能查出禁军内鬼。如今看来，你做对了。还要多谢父皇装病配合儿臣，逼着沈毅他们提前谋反。哥儿，都是你神机妙算啊，才能让沈毅步入你的圈套。此等大功，不亚于几年前你助朕登基。儿臣不敢据大功为己有，只希望父皇能够答应儿臣2件事情。但说无妨。一是王霞，她虽然贪心，但是对我们刘家忠心耿耿，请父皇能够收回先帝成命，将她召回到皇宫，任大内总管。准了。第2件呢？希望父皇许我和白仔仔归隐山林。哥儿啊，朕已查明，那白仔仔确实是有。你将来是要做皇帝的，人妖相恋，你让满朝文武、天下百姓怎么看你啊？父皇，儿臣在交出虎符那一刻，儿臣就知道自己不适合当皇帝，不能担此重任。好了，下去吧。父皇，您这是同意了？唉，朕啊，是不想被你搞得头太疼了。准了。儿臣多谢父皇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此生苦短，无你何欢？事不遇你，生无可惜。哎呀，好好说话。从今日起，你为我所有，王妃，愿意吗？我有一个要求，以后你只能陪我一个人吃胡萝卜，你愿意吗？一言为定。棒！哎，别跑啊！别跑！哎，看你往哪儿跑啊！抓住你了吧？刘长哥，你放我下来！